来看鸡卵的争议，超市进口巴西鸡卵的争议继续伫谈。农业部公布合约的内容，超市是新台府4亿7千几万新台币这个款项，验过呢，依照巴西关务资料，当时出口计销差不多是1101万的美金，以当时的汇率甲算算呢，差不多是3亿3千万的新台币，计销差1亿4千万。针对这点，农业部解释讲，这个计销可能有包括这个运费啦、其他冷藏的费用等等。验过这个讲法，在野党并不认同，要求农业部要公布所有合约甲金流。尽快的公布超市跟巴西蛋商、出口蛋商它的合约的细节。超市进口巴西鸡卵的争议是继续摊烧。今日佮爆发到超市台府进口的款项和巴西关务系统出口的计销对比起来，那也嘛要求农业部长陈吉仲讲清楚、说明白。陈吉仲部长不要再神隐了，好好的出来面对。现在越报越多了。你所说的说清楚，完全不是事实。根据农业部公布合约，超市台府4亿7800万的新台币，不过巴西关务系统显示出口的计销是1101万的美金，以当时汇率算落来大概是新台币3亿3千万，计销差到1亿4千万。农业部表示，这个计销差可能包括着运费，也有保险，进出口的计销可能无同，数值会放大。你干脆以后在野党，你就在国会里面下一个决议，说你政府要去给我买蛋，然后买回来的钱还要比那个产地还要便宜，或者不能高于产地。可能吗？除了两个计销，咱也捌质疑农业部开记者会，一直替超市来讲话，农业部长竟然是变成民间公司的发言人。陈吉仲部长，麻烦你不要做超市的发言人，你是国家的政务官。农业部举行记者会了后，部长陈吉仲就无搁公开出面。如今这么多疑点，嘛敢会等农业部亲身出来解说。Hello， 我是谢嘉璇。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